这梅花鹿看起来是真古锥，那数量伤过济，农民就真生气啊！这垦丁国家公园的梅花鹿复育甲真成功，不过这梅花鹿数量已经开始变了伤过济啊，会升等农作物啦。军管处今年头一摆举办这蜡人训练课程，被训练在地民众做合法的蜡人，用含剪来掠鹿啊，再甲这鹿啊送登去复育区市，要来控制梅花鹿的族群数量。路边熊熊冲出一只梅花鹿。民众想袂赴，直接卡鹿仔烧笼摔落涂骹。伫乡村，看梅花鹿烧笼的意外是愈来愈侪。在地梅花鹿保育过度，统计到今已经有3600只鹿仔。鹿仔的生活区已经拖到平地地区，山骹的农民就算是装电棒仔嘛无效，日日袂堪折。农民的黑豆、火龙果等农作物造成农损，甚至也会因为游荡犬的追赶跑到路面上，延伸出交通事故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垦丁国家管理处今年头一届办蜡人课程，要训练蜡人掠只野外的鹿仔，甲鹿仔送登去社顶保育区市来控制数量。像这样就夹住了啊，因为这边它是棉绳，所以基本上它就不会对它这个脚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伤害。蜡人课程针对满洲、恒春当地居民来试办。训练是模仿屏东县政府掠青豆丁的模式，是改良过用棉绳仔做的陷阱。民众认为，安尼唔但较袂伤着梅花鹿，嘛会使有效管制鹿仔的数量。这种做法还蛮友善的啦，对动物、对人类都蛮友善的。是50只的捕捉量太少了，这个50只的移除，有可能不但没有办法降低它的数量，反而有可能因为降低了、减少了。鹿跟鹿之间的竞争，让小鹿的存活率增加。这届蜡人课程头一波掠鹿仔的目标是50只，数量有够就会先暂停，会看实际效果，再来决定敢有需要扩大办理。金管处希望有在地民众参与，用较人道的方式，豆豆减少恒春地区的梅花鹿，解决农损、交通安全之间的冲突。记者康炳哲、顾朝阳、一笔眼，屏东报道。